新者注意恭喜发财，本也是用大罗台湾闽南语罗马字拼音方案，为福建话飘音。今只是30暝，我厝内边的人准备澎湃的菜来拜翁公。除了准备这个，我爱烧金纸互翁公。新者第一重要就是啥物物件呢？当然就是甲厝内边的人斗阵了。我人逐工的生活，第一重要就是啥物？当然就是讲我人的祖国。今日就是30暝，我厝内边的人就食胃肚，这个就是烧猪肉啦，这就是白切鸡，这就是虾。这边就有芥兰菜花，了白色的就是包菜花，搁有红菜头，伫即头红色的就是红菜头。这是就会使配肉做伙食的，这是玻璃菜。这个就是逐年福建人定着爱食的蚵哥。若是你听到新加坡人、马来西亚人、印尼人、菲律宾人讲到福建人这个名词，伊人就是表示泉州人、漳州人、厦门人即个福建南部的人，已经找好势的蚵哥食袂完，爱留甲明仔，安尼款明仔就会使煮。这个就是煮蚵哥，这个就是炊卵加黑搭黑搭，这就是咖喱鸡，这就是豆腐煲，这内面有豆腐煲、香菇、鸡脚，我人过年嘛有新年饼，这是子菇，这是虾饼，这是八卦，左手边的就是土豆饼，正手边的就是香煎饼，这是旺来饼。这是海草饼，我的影片就到这边为止，请大家试赞分享我的影片，甲订阅我的频道，感谢。